在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初次发生崩雪，有2个去爬山的人拄著崩雪不幸过往，目前已经找到因的遗体啊。 搜救人员伫意大利阿尔卑斯山瓦瑞斯附近的范围，找到2位去爬山不幸死亡民众的尸体。这场雪崩是发生伫初七中昼左右，所在是伫意大利西北部比利蒙地区，海拔差不多2200公尺的福马扎山谷。雪崩的力量真大，一个人被冲到山脚的湖内面，另外一个河水带掉的。 Dalla valanga tra il lago del Toggia e il San Giacomo si tratta di 2 ciaspolatori che erano in gita con il loro cane. Alcuni testimoni hanno visto il distacco della valanga e le persone che venivano travolte. 虽然风正透，搜救人员也是坐直升机赶到现场，最近出任务的搜救狗协助找到尸体。意大利媒体报道，2位罹难者分别是一位30岁妇女，甲一位50岁男性，因是穿细鞋用行入去山区。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辑。